续来看台中石冈仔区公所号召着里长、社区的民众，把这个石冈仔11座的公车亭甲大改造。这个老旧的公车亭穿新衫，乡亲坐车冒美丽心情。大家斗清斗拼，台中石冈仔区公所邀请里长、社区民众，要替区内公车亭穿新衫，好坐车的人心情会较好。提供我们石冈乡亲一个安全友善的候车亭环境哈。一般的公车亭拢无什么特别的设计，而且佫有打各种的广告，无什么美感，时间一个久真歹看。经过改造了后，地方的乡亲拢真满意。然后现在的话，就是有贴我们在地的水滴宝宝，有一些围墙也有画那个水滴宝宝。然后看到这个心情就越来越好，那当然上班会更有活力啊。透过艺术家的手，将石冈的吉祥物画伫海报顶，让游客到石冈感受在地风情。大家好，我是林依文。想要掌握多元的新闻资讯，当然也包括体坛动态，就要锁定华视新闻频道，还有订阅华视的 YouTube 频道，按赞、订阅、开启小铃铛。